来看这针对美国对顶关税呢，咱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是邀请到相关部会来报告。经贸办是表示讲，台美即卖呢是还阁咧谈话，咱国内产业的应用的部分是会阁加200亿。也那外交部是强调讲，会来强化台美之间伫高科技甲制造业的合作，也甲美国表明讲，咱台湾是 AI 领域真重要的优盘。美国对顶关税七七开始，行政与经贸谈判办公室证实，税率是调加目前20%的暂时性税率，引起产业党不满。那为市卡心各样抨击，促加树顶脚踏车产业为例，发射政府重视对咱的企业的冲击。最常穿的针织衫的产业，它原本的关税就高达32%，加了20%以后是52%啊。实际上，我们都有注意到，我们讲平均值是在指的是我们有82% 以上，现在苏美已经都是零关税在工业产品上面。你要说纺织业没有在被出口吗？你要说橡胶没有被出口吗？你要告诉我自行车没有对美出口吗？请问我们原本要振兴产业的900多亿，有没有要往上调？行政院会通过，会增加200亿的这样子的规模。但回心证实，因应关税冲击国内产业进行方案的扩大规模，也强调台美目前依然在谈判。咱除了主张将对顶关税加232条款合并讨论，争取更较合理的税率，更要求卖调加。像韩国的企业界它的关键人脉成了这个的谈判很重要的这个助力哦。国内的这个企业有没有参与？不论是这些 Google、Apple， 都是台湾这些我们主要的产业代工的密切合作的美国企业，所以呢，就台湾政府来说，我们一定会透过各种的企业的人脉或者各种的管道来协助。台湾是现在几乎是唯一被降的这个所谓暂时关税，但是还保持谈判，就等着川普总统最后综合考虑。那也代表我们谈判的团队努力。能够争取到更多的时间。面对川普政府各项新政，外交部也表示，会伫台美经贸互补互利的基础，继续向美国反映。台湾是美国广告 AI 领域领先地位真重要的优盘。经贸办也指出，若达成协议，会马上向社会完整说明，相关政策基本上各会审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